你好，我係1號分學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元朗站YOHO Town睇一個少有放盤嘅3房1廳，實用面積係516尺。我哋依家即刻入屋參觀。我哋依家呢個位置係單位嘅大門，大門旁邊就係廚房。廚房係非常闊落，好用。跟住我哋嚟到客飯廳，係左右兩邊方廳嘅設計，有地漏車。由客廳望出去嘅方向係向東南，望出去嘅景觀超級開揚嘅山景。呢一邊係飯廳。好，我哋依家入休息區。首先嚟到浴室，浴缸嘅設計。咁浴室係有窗嘅，但呢度打唔開呢個窗。好，跟住嚟到主人房呢間大房。設有衣櫃位啦，主人房。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方向係向東南嘅。跟住嚟到客房。客房望出去景觀方向係東南。另一間客房望出去景觀方向係向東南。咁依家單位睇完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